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5年5月16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但以理书第7章13节到14节，启示录11章第15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异象。今日要甲大家来谈论异象。最近伫面册顶悬拄好，愈看到一个广告啦吼，内容是大概是讲某一个建筑师会当帮人教会设计一个有异象的礼拜堂。当然，咱袂当否认有一寡人有特别的运数，但是牧师还是需要提出一寡思考的问题啦吼。牧师伫美国所服侍的美国长老教会，伫组织上呢，总干事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捌听过一位中会的总干事对这地方教会的小会员提出安尼的要求，伊讲：恁必须爱好好祈祷、讨论，然后提出教会的宣教策略。安尼教会才会当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方向，将来教会的发展也是要聘牧，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相信这位提出安尼要求的总干事，一定对这间地方教会真了解才对。但是真特别的是，这个中会总干事并不是甲这个地方教会的小会讲。恁来，我替恁定出教会宣教策略，就是讲异象。牧师的意思是讲，一间教会的异象，并不是一位真有异象的人来甲地方的教会讲，恁的异象是甚么货？异象是对上帝遐来的眼光，是上帝互咱看到咱原先看袂到的方向。毋是某一个人真有异象来甲咱讲，跳入来讲，来，我甲恁讲，我互恁异象。但以理书第7章13节到14节，但以理提到着伊所看到的异象，这个异象是上帝所赏赐予伊的，是会通看到将来上帝的作为甲保守。圣经安尼讲着，我搁伫暗时的异象中间注意看到一个亲像人子的对天顶坐云落来，互人带到万古以前就存在迄位的面前，领受权柄、荣耀甲王权，逐族、逐邦国甲逐种语言人民拢服侍伊。伊的权柄永存袂消失，伊的王权一定袂受毁坏。异象是要帮助国人，帮助一个信仰团体，看了搁较远，看了搁较有愿望。但是如何会当做到呢？当然是爱甲上帝建立迄个好的关系，领受上帝的旨意，并且有委身伫这个信仰团体的人，才会当去看到共同的异象，领受上帝的信仰团体共同的旨意甲感动。千万毋通去听信一个家己自称会通帮恁找到异象，对天会降落来部队啦吼。伊无了解这个信仰团体，无伫这个信仰团体做伙斗阵生活、服侍、敬拜上帝，要安怎会当有共同的异象呢？启示录11章15节，约翰安尼讲：第7个天3分伊的6百，天顶有大的声讲：世间的国，诚做咱的主甲伊所设立基督的国，伊要永永远远做王掌权。诗篇148篇，
爱俄罗上主，恁着爱对天顶来称赞上主。爱伫观天俄罗伊会种天使啊，恁着上赞伊；伊会种天君啊，恁着上赞伊。太阳啊、月亮啊，爱上赞伊；闪烁的星星啊，着爱上赞伊；天顶的诸天啊，着爱上赞伊；天顶的众水啊，着爱上赞伊。万万上拢上赞上主的名，伊一个命令，一切就做成，各有固定的位置，永远袂改变。伊的命令，什么人拢袂当违背。海怪啊、深渊啊、闪电啊、冰雹啊、雪啊、云雾啊，遵行命令的大风啊，着爱对地上上赞上主。大山、小山啊，果子树、树林啊，野兽、精生啊，虫豸啊、飞鸟，恁都爱上赞伊。君王啊、万民啊，才会仆人啊，一切掌权的啊，少年人啊、少女啊、老人啊、儿童啊，恁拢都爱上赞主。恁才会拢着上赞上主的名，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重。伊的阳光盘过天甲地，伊互伊的子民强盛，伊互圣的子民拢称赞伊，就是伊遐的亲君主的以色列子民，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感谢上帝圣事救恩，也互阮会通明白你的旨意，看见你所圣事互阮的意象，来对你的脚步来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